作为俄罗斯最强大的盟友，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初反应明显克制。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与西方记者在俄罗斯军事行动是否应该被称为入侵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华春莹24日称，中国正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他并称要基于事实来判断，不认同西方媒体称之为俄罗斯入侵。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欧洲3月天然气合约价上涨42%。欧洲深度最深、总部位于荷兰的在线天然气交易点 TTF 3月天然气期货合约价昨日以每兆瓦时88欧元收盘。上述天然气合约价在土耳其当地时间16点41分升值125欧元。台湾国防部周四晚间表示，有9架自中国大陆战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活动。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周四正式开打之际，此事更受关注。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台湾当局有些人借乌克兰问题来蹭热点和碰瓷是不明智的行为。台湾的确不是乌克兰，台湾从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和法律事实。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后，西方国家纷纷做出制裁决定。捷克和拉脱维亚则宣布停止对俄罗斯公民的签证程序。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空客2021年已扭转2020年的亏损局面，全年交付611架民用飞机。从空客中国公司获悉，2021年中国市场表现出色，空客在2021年向中国市场交付了142架飞机，同比增长超过40%，交付数量在空客全球交付总数的占比超过23%。七国集团领导人2月24日就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举行了视频峰会，会后全球7个主要工业国家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我们谴责普京总统一贯拒绝参与外交进程以解决与欧洲安全有关的问题，尽管我们一再提出。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中国当局企图转移外界对中共侵犯人权与实行种族灭绝的焦点。观察者指出，在2月4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结束后，中国宣传机构对内外开展新疆宣传。据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2日共同举办面向日内瓦外交界的人民至上，新疆是个好地方视频交流会。